大家好，我哋又見面啦，有冇掛住我啊？介紹下自己先，我成日同唔同嘅老細食飯，聽埋唔少商界嘅八卦嘢，上至富豪，下至八婆嘢都知唔少嘅花生友。聽完笑話唔使咁認真，當係枯燥生活嘅輕鬆調劑咁啦。近日前港姐李明慧控告老公陳耀陽家暴，一啲家庭嘅小事，同丈夫陳耀陽發生爭執。被告嘅陳耀陽就涉向李明慧動粗，又用把刀含住佢條頸，被控襲擊兼刑事恐嚇，聽到個心都離一離啊！所以話豪門新抱唔一定係童話結局噶。呢單嘢喺社交圈真係嚇死好多恨嫁入豪門嘅女人，奉勸大家嫁之前都要諗諗，學翻一招半式擒拿手嚟自衛先好啊！其實陳耀陽個家族好惡好猛料嘅。佢阿爺陳維洲係國民黨時期嘅粵械軍閥陳濟棠嘅阿哥，仲做過廣州鹽運利同埋禁煙局局長，而佢嘅軍銜係中將嚟噶。之後創辦利苑酒家嘅陳樹傑就係陳濟棠拉仔，50年代過咗美國維珍尼亞軍校讀書。家族嘅祖屋喺渣甸山叫舉縣，取自成語無忘在舉，聽落好似好有古仔喎。而陳耀陽嘅阿媽陳麗玲就係一位超級傳奇女強人。佢60年代喺聖方濟女書院畢業，完成晒學業就做咗英文老師，喺學校就識咗第時嘅老公陳樹渠。陳麗玲好明白先祖係軍閥，家族殺業好重，所以佢生前都做好多積福行善嘅功績去彌補祖業㗎。可惜陳樹渠同佢結婚14年，就突然間一日心臟病走咗，享年只係59歲，剩低2仔2女，由陳麗玲母兼父職咁一手湊大。而今次涉案嘅陳耀陽就係佢嘅拉仔。陳麗玲當時接掌咗陳氏教育機構同埋寶星集團，後嚟仲涉足地產、戲院、酒店業務。陳氏嘅旗艦物業就喺尖沙咀嘅寶星大廈，90年代更殺入金融圈，成立惠達證券。點知98年斬倉嘅東寧三寶股票，成班發窮惡嘅上咗證券紅林盟友，仲對細仔陳耀陽恐嚇，唔知係咪咁嘅心理陰影呢？佢喺政商圈都好吃得開。2007年金融海嘯嗰陣時，輸咗好多張 accumulator， 蝕足5億。而大仔陳耀章後來入稟控告銀行添。呢單案喺金融界同富圈，大家仲好記得。最後陳麗玲因為腰骨痛，用咗含過量嘅芬太尼止痛貼，就咁死咗，享年69歲。其實豪門家庭咪又係成地雞毛，搞到上法庭又點止一單啊！幾年前嘅潮州米商女名才個孫女袁龍就涉嫌用 WhatsApp send 咗恐嚇信息俾佢老婆，就係咁樣惹上官非，俾人告刑事恐嚇罪啦。件事係咁嘅，呂元棟嘅老婆何麗妍係恒生銀行創辦何善衡嘅孫女。呂元棟喺 WhatsApp 同老婆講，佢買咗把新刀，但係未知會用嚟斬邊個。不過斬嗰啲就會包括埋老婆喺入邊咁話。之後仲自拍咗張手揸住45厘米長嘅刀聲俾老婆添。哇，癲到咁樣，個老婆就梗係報警啦。不過喺法庭上面，呂元棟同法官講自己有屈醋症，最後只係獲判罰自簽1000蚊，沾手行為2年。喂，白卡大晒啊！另一個又係潮州家族後人，係咪個個都係潮州路漢呢？大生地產同埋大生銀行嘅太子爺馬清偉，即係近排二拉界爆紅嘅五索條佬馬清亨嘅阿哥。馬清偉第一任老婆係無線藝人陳美琪，佢哋1979年結婚，但唔夠7年就玩完。馬清偉呢位仁兄係一位燥底嘅闊少嚟，好鬼多女埋佢身㗎。佢當年發脾對陳美琪喐手喐腳，搞到小產，就係咁兩個就離咗婚啦。幾年後馬清偉娶咗有波后之稱嘅薛子麟，佢後生時佢都好傻下㗎，仲鬼鬼地添。咪以為薛子麟細細粒好易恰，兩夫妻嗌哨嗰陣，薛子麟會自備壘球棍抽過㗎。兩公婆周不時會喺屋企過兩招添，幾黃精喎。可能呢啲係佢哋相處之道啩，不過最終都係離婚啦。薛子麟後來患咗乳癌，呢樣唔攞命。最攞命係佢迷上整容，仲越整越誇張，由波后變咗薛夏蕙。唉，當然最後又係離婚收場啦。所以話嫁入豪門做少奶奶都唔係一定幸福㗎。啱啱開始做 YouTube 片，如果大家有興趣聽下八卦嘢，就多啲留言傾下偈。希望大家俾啲鼓勵我，
記住訂閱，俾個 like，轉發俾其他朋友，記得開埋個鐘仔，到時有片就第一時間通知大家，多謝晒。